你買嘅香蕉點解會越放越甜？係咪魔法？其實背後係奇妙嘅化學過程。今日揭開焦點之謎。未熟嘅香蕉主要係澱粉質，佢哋係複雜嘅糖分子鏈。成熟時，酵素澱粉酶就會出動，好似剪刀咁。佢將大澱粉剪開，變成細細粒簡單嘅果糖同葡萄糖。糖分增加，所以香蕉就會越來越甜，口感亦變軟。青椒食落夾口又硬，就係因為澱粉多，消化亦較難。熟蕉不單甜美，仲有更多抗氧化劑，對身體有益。啡點蕉其實係最甜嘅黃金時期，唔好浪費佢。大自然嘅生化魔法，日日喺我哋身邊發生，好神奇。食香蕉時，會唔會多一份科學嘅欣賞呢？